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伫29半暝2点外，这户外警报器说是熊熊开始弹，连续弹20多分钟，带伫附近这厝边的拢互吵精神啊！才发现讲这根本就无发生火灾。有民众表示讲，因音乐中心的火灾警报已经毋是头一摆出现这款的情形，官方也解释讲，可能是落雨天淡气才会出问题，已经请厂商也有消防局来做检查，因也会检讨。 现在1楼的广单感知器已在动作。 警报声直直弹，放送讲发生火灾，爱赶紧走，声音是真大声。不过，这个时间是半暝2点外，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常常传出警报，附近的住户拢互吵精神，才发现根本就无火灾。有住户是将这段影片抛伫网络，是在问住附近的住户，伊表示讲，半暝听到警报声就互吵精神，连续弹20几分钟拢无停，一直播放啊，说什么发生火警啊，请逃到1楼，类似这样子一直重复播放，然后声音还蛮大的，大概持续应该差不多20分钟左右，因为我没有细算啦。然后那个时候警报器响的时候，很多人民众又停下来，就想说是发生什么事，然后有的就是很匆忙的，就是走掉这样子。 其实，伫月初，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底步道就捌发生一天有2解警报误弹情形。针对29半暝火灾警报，高流中心表示讲，可能是这几天落雨，影响到控制号海底管1楼户外发出火警信号机器。落尾人员有随到场处理，29透早也安排厂商来检修。判是近日雨势影响园区1楼户外火警发信机异常，我们会严格检讨，符合消防法规的情况下，尽速改善。高流中心表示讲，29下晡消防局也有来检查警报器是一切正常，后壁因会检讨，针对警报器敏感度来做改善，莫阁出现搅扰民众的状况。记者钟义辉、屈兆荣高雄报道。